好多人都想間屋乾淨整齊，住得舒服。不過假如你正處於情緒低落嘅時候，實在好難有動力去執拾嘅，而且更會開始自責，覺得自己好差。點解個人咁頹嘅？呢個狀況唔係得你先係咁噶。美國心理治療師 Casey Davis 喺佢16歲嘅時候曾經染上毒癮，亦都患上過焦慮同憂鬱症。佢成功克服之後，就希望透過著書同埋演講等等，以過來人嘅身份去幫其他有情緒問題嘅人。佢其中一本著作《低潮整理術：走出情緒低谷和雜亂生活，過得安心又清爽的41個自我照顧練習》，就係想同大家一齊踏上自我照顧嘅旅程。Davis 認為唔需要急住打理屋企，而係要由自我照顧出發。喺書入邊就針對各種繁瑣嘅生活事務，好似洗碗洗衫、打掃、家務分配、飲食計劃、個人清潔衛生，甚至運動習慣等等，提供咗41個可行嘅自我照顧練習。例如有效實用嘅打掃技巧啦，喺日常習慣之中以即時順手嘅方式進行清理，設定家務嘅優先次序，安排好時間，避免自己拖延等等。作者希望透過呢一本書，幫助讀者掃除身心同環境嘅負能量，走出情緒低谷，培養對自己好嘅心態同實用嘅技能。如果你哋喜歡呢條片，請 Like、Share 同訂閱我哋 MCM 專業收納服務嘅 channel， 更歡迎你哋留言俾我哋，分享下你哋嘅心得啊！下次見。